妄想啦。哦，你若讲真正我在个山东北北都可以去啦。伊讲好，真正咱后壁去看，去台南50万保险，无一个50万要甲饲的啦，你讲你这要过啥货啦？你用这老头是要过啥货啦？吼，到尾来，你看起来是真还是假？真正能够保当然保两人，教育这个难的了。但你只要考毕业了后，考大学了后去考英国剑桥大学，剑桥大学去念就英国博士。但即摆呢，我听讲我喺所以呢，即刻出来教授伊讲，伊讲我这玉姐老头毕业，我带我到。我懂所以你基本上能了解心转一下就了解，心转一下就了解。我们跟先生讲过，就爱听心转一下就了解，心转一下就了解。现在都做到的，心愿他就了。就是熟悉的代志啊，都是安尼，自然了解。所以呢。处事之前的见解，邀请到车这个上标看，那是上地在紧的人呢，都是这样。上地在紧的人，上地位，甲大坚持的人呢，都袂落地位，甲什么烦恼来这样影响，这牵涉牵涉。伊烦恼甲地位。不离当年一样，无离为咱人这个两。这个地位甲烦恼是一个两头造出来尔，菩提甲烦恼是一个两头造出来尔。别时命烦恼，咱就叫明白烦恼。无时命菩提。那真正开悟，真正感悟了解，就菩提。无烦恼只有菩提，本自无命。烦恼甲菩提本来就是无命相的啊！不为了要互咱整个命相，互咱去修，一站去修，去破掉去。后日你咧家己改出去，家己破相，破开去了后，到才明常走的。所以本自无命，但随迷悟而变，随这个迷甲悟来就这个命。咱哪个烦恼？咱的前人家就讲，你是众生啊，你是众生啊，你也烦恼啊，看鬼个啊，咱甲你秘密来讲，咱呢就家己会去想，咱就甲咱开较远的，咱就去想，咱若咧无咧烦恼已经无去啊，咱的前人家就甲咱讲，你今仔日已经进入了真正咧是个境地，就是进入了菩提。所以就是安尼啦。迷时就是烦恼啦，悟时呢，悟时就是菩提啊。所以今仔日透过真理来研究，研究过去，甲看未来，向前看，向前甲看，回头甲看，所以呢，咱也要安尼，咱就当进入了这个悟的这个境地，所以呢，随着这迷悟的这个入面呢，迷悟拢是一心走过来，无离无别，无疑心啊，你若有疑心，就是见你啊。所以宗教是这，宗教这个成书甲讲啊，若必四教如空中求证，咱若要找这个四甲教。咱若真正要找这个迷甲悟，就咱真正是空中的看这个英雄物件就啥，空中有啥人无啊？就是看的物件，如影中求人啊！你甲我影若要找这个人，我无啦！将不可得，这个人拢得。